有一種時候其實特別危險，唔係你倒霉嗰陣，唔係你輸錢嗰陣，唔係你失戀失業被人拒絕嗰陣，反而係一切好似都幾順嗰陣。你覺得自己判斷冇錯，你覺得呢份工忍多陣就會好，你覺得呢段關係其實冇咁差，你覺得呢個投資呢個決定呢條路只要再撐多一陣就會證明你當初係啱嘅。好多衰運唔係突然跌落嚟，係你一早見到有啲唔對路，但你同自己講應該冇事嘅。而好多好運亦唔係突然由天而降，係你喺某個位夠早講咗一句我可能錯了。今日講嘅書叫這本書會為你帶來好運，英文名係 The Luck Factor， 作者係 Max Gunder。個書名好似好全，甚至有少少似書店入面嗰啲改運、吸引好事、顯化人生嘅書。但如果你真係咁樣睇，佢就會睇少咗呢本書，因為呢本書真正有價值嘅地方，唔係話你只要相信自己幸運，好事就會發生。佢更似係問你一個好現實、好成年人嘅問題：你而家嘅生活方式係咪令機會入唔到嚟？你而家嘅思考方式係咪令錯誤一路變大？你而家所謂嘅樂觀係咪其實只係唔敢面對風險？歡迎返到心理說明書。我哋呢個頻道唔係普通講書，亦唔係逐章撮要。每一集我哋都用一本書講清一個我哋常見嘅心理卡關位。今集我想用 Max Gunder 呢本 The Luck Factor 同你拆一個好貼地嘅問題：點解有啲人好似總係比較有運？佢哋識啱人，遇到啱機會，轉身轉得快，跌低之後又好似快啲返到嚟。而另外有啲人好努力、好負責任、好肯捱，但人生就好似一路被拖住。明明冇做錯大事，但就係一件錯事接一件錯事，一個困局疊一個困局。我哋好容易用一句說話概括：佢好彩，我黑仔。但呢本書想講嘅係，運氣當然有隨機成分，有人出身好啲，有人撞正時機，有人遇到貴人，有人無端端避過一劫。呢啲唔可以假裝不存在。但除此之外，仲有一部分所謂運氣，其實同你點樣生活、點樣認錯、點樣行動、點樣準備壞情況有好大關係。換句話講，呢本書唔係叫你控制命運，而係叫你改善自己同不確定之間嘅關係。好多成年人一聽到運氣兩個字，心入面可能會有少少唔舒服，因為我哋太清楚運氣有時真係好唔公平。有人屋企一早有樓，有人一出嚟就要幫屋企交家用。有人入啱行業，幾年就升職加薪；有人讀啱書都撞正行業收縮；有人轉工轉得啱，人工跳一大截；有人轉完先發現新公司更差；有人結婚生仔買樓，每一步都好似順理成章；有人每一步都要計到盡，仲要驚一步錯步步錯。所以當人哋同你講你要主動創造好運，你可能會心諗，講就容易啦。我冇背景、冇資源、冇本錢、冇時間，仲有屋企、父母、細路、貸款、租金、工作壓力，好運係有得創造嘅咩？呢個懷疑係合理嘅。所以今集唔會講到好似只要你改變心態，宇宙就會送禮物俾你，亦唔會講到好似所有倒霉都係你自己造成。唔係喎，人生有好多嘢真係唔公平，疾病、財源、經濟環境、家庭出身、社會結構，唔係一本書可以解決。但喺唔公平入面，人仲可以問一個比較有用嘅問題：喺我控制唔到嘅部分之外，我仲可以調整邊一部分，令自己唔好咁容易困死？呢個先係今集重點。好多時我哋以為自己嘅表面問題係冇運，例如你喺公司做咗好多年，人工加得慢，升職冇你份，你會覺得自己係咪冇貴人？點解老闆總係睇唔到我？又例如你見到朋友轉行成功，副業做起咗，買樓、移民，人生好似有選擇。但你望返自己，每日返工放工，週末補眠，放假都只係處理家庭雜務，你會覺得自己係咪錯過晒時機？於是你同自己講，可能再忍，下會好，可能係我要求太高，可能人人關係都係咁。呢啲時候，你以為自己卡住係因為冇運，但從呢本書嘅角度睇，真正問題可能係你嘅生活太少出口，你嘅錯誤太遲被承認，你嘅行動太大注，你嘅風險太少預案。一個人如果每日只接觸同一班人，只聽同一類資訊，只喺同一個圈入面打轉，機會自然少啲撞入嚟。如果一個人任何嘗試都要等到100%肯定先做，咁好多機會未成熟之前已經走咗。
如果一個人覺得承認錯就等於否定自己，佢就會將一個小錯一路撐到變成大錯。如果一個人覺得諗最壞情況好負面，佢就可能完全冇為壞情況準備，到壞事真係發生就一下被打沉。呢啲都唔係性格好壞問題，係一套同運氣有關嘅心理模式。書入面提出5個好運原理，今日我哋唔會逐章講，亦唔會將佢講成神奇公式。我哋會揀3組最適合成年人嘅心理機制嚟測。第一個叫蛛網結構，第二個係直覺感應同勇者天佑，第3個係棘輪效應同悲觀悖論。聽落可能有啲抽象，但放返入生活其實好實際。先講蛛網結構，呢個概念好簡單，好運需要通道。你可以想象一隻蜘蛛網，昆蟲唔係因為蜘蛛坐喺正中間冥想，所以自動飛入嚟，係因為網夠闊、夠多線、夠多接觸點。所以有嘢經過時，蜘蛛感受到，人嘅機會都係咁。我哋成日講人脈，會即刻諗到好功利，交換卡片、識高層、擦鞋、飯局。但蛛網結構唔一定係呢啲，佢更似係你有冇保持同世界有足夠多嘅連結。例如你離開一份工之後，仲有冇同舊同事保持正常關係？你想轉行，但你有冇同做緊嗰行嘅人飲過一次咖啡？做咗父母之後，生活重心變晒，但你有冇1、2個可以講真話嘅朋友？你想開始一個副業，但除咗自己上網睇片，你有冇俾人知道你其實正在探索呢樣嘢？好多機會其實唔係由最親密嘅人帶嚟，反而係弱連結。以前合作過一次嘅人，朋友嘅朋友，某個舊同學，某個客戶，某次無心插柳嘅對話。香港地方細，好多人怕麻煩人，怕俾人覺得自己有目的。所以好多時明明想問嘢都唔問，明明想認識一個領域都只係自己收藏10幾篇文章，明明想轉工都只係靜靜地刷招聘網站，結果就係你嘅世界愈縮愈細。表面上你係低調，唔求人，唔打擾人，深一層睇，你係將所有可能性都關咗喺自己房入面。呢度有個心理位好重要，好多成年人唔係唔想擴闊人脈，而係怕自己冇價值。你會諗，我有咩資格揾人？人哋憑咩幫我？我都未準備好，講出嚟好似好尷尬。但蛛網結構唔係叫你即刻求人幫你揾工、借錢、介紹生意，佢只係叫你唔好切斷所有可能嘅資訊流。你可以好簡單咁講，我最近對呢個方向有興趣，想聽下你點睇。你亦可以同舊同事講，有時間飲杯咖啡，想知客你而家嗰行點樣。可以喺一個可信任嘅群組講，我最近學緊呢樣嘢，有冇人試過？呢啲唔係求人，呢啲係俾世界知道你有一個新方向。運氣好多時唔係主動揾你，係你要先留低一條線，等事情可以揾到你。去到第2組概念，直覺感應同勇者天佑。一講直覺，好多人會分兩邊，一邊好信直覺，覺得我感覺唔啱就係唔啱；另一邊完全唔信，覺得直覺只係情緒。做人應該睇數據、睇理性、睇利弊，但比較成熟嘅理解係，直覺唔係神諭，亦唔係垃圾。直覺好多時係你累積咗好多微細信號，但暫時未能夠用語言完整講出嚟。例如你見工，一間公司人工高、title 好、office 靚，但面試過程有啲嘢令你唔舒服，可能係上司講嘢避重就輕，可能係團隊氣氛好繃緊，可能係佢哋對流失率講得好含糊，你未必即刻講得出邊度唔對路，但身體已經收到信號。又例如一段關係入面，對方每次道歉都好快，但從嚟冇改，你心入面有一種感覺，呢個人唔係唔識講對唔住，而係唔打算真正負責。呢種感覺未必係無中生有，可能係你長期觀察累積出嚟。但問題係我哋好多時太攰，當你長期壓力大、睡眠唔夠、工作太緊張，你嘅焦慮都會扮成直覺。焦慮會同你講唔好試，會失敗；恐懼會同你講唔好問，會俾人笑；自卑會同你講唔好轉，你唔夠料。所以直覺要練，唔係盲信。你可以問自己3條問題：第一，呢個感覺係基於我觀察到嘅信號，定係基於我一向怕失敗？第二，如果我今晚瞓夠覺，情緒穩定啲，我仲會唔會有同一個感覺？第三，有冇一個低成本方法可以測試呢個直覺？呢度就去到勇者天佑。呢句聽落好似叫人勇敢啲，衝出去搏一鋪，但成熟版本唔係咁。真正嘅勇敢唔係 all in， 唔係辭職前冇儲蓄，創業前冇客源，投資前冇研究，感情入面一激動就做絕。真正嘅勇敢係做小注測試。
你想轉行唔一定要即刻裸辭，你可以先同3個行內人傾，上一個短課，接一個小項目，試下自己係咪真係喜歡呢類工作。你想開始創作，唔一定要即刻買齊器材，租 studio，開公司。你可以先連續4個星期，每星期出一個小作品，睇下自己可唔可以持續。你想改善關係，唔一定要一開口就攤牌分手。你可以先講一個具體感受，睇下對方有冇能力聽你講。好運好少會喺你完全唔喐嘅地方發生，但壞運就好容易喺你亂喐、博大霧、冇後備方案嘅時候發生。所以呢本書對成年人最實用嘅提醒係唔好將勇敢同魯莽混為一談。好多中年人最大嘅難處唔係冇夢想，而係輸唔起。你可能有家庭責任，有供養壓力，有健康考慮，有父母要照顧。你唔可以好似20歲咁講走就走，但你仍然可以做小注嘗試。小注嘗試嘅好處係佢唔要求你一次過變成另一個人，佢只係要求你俾自己一個新證據。人生好多新方向，唔係諗清楚先開始，而係試咗少少，你先知自己原嚟仲有另一種可能。去到第3組概念，亦係我覺得成集最重要嘅部分，棘輪效應同悲觀悖論。如果要用一句說話總結，就係真正幸運嘅人唔係永遠揀啱，而係好快知道自己可能揀錯。呢句好重要。我哋好怕認錯，尤其係成年之後，因為認錯好似好大代價。讀錯科等於浪費幾年，入錯行等於輸喺 career path， 你同錯人一齊等於浪費青春。買錯股票、買錯樓、開錯公司等於證明自己冇眼光。留喺一份消耗你嘅工太耐，等於承認自己之前嘅忍耐可能冇意義。所以我哋好自然會合理化，再等多半年先。我都捱咗咁耐，冇理由而家放棄。人哋會點睇？呢啲說話好熟悉，聽落好理性，其實背後好多時係沉沒成本、面子、身份焦慮。棘輪效應可以咁理解，有啲壞事一旦你唔阻止，佢會一步一步扣緊，越嚟越難退。好似一份工本身只係忙，但你唔處理，慢慢變成長期失眠，脾氣變差，同屋企人關係緊張，身體出警號。一段關係本身只係溝通差，但你唔處理，慢慢變成互相怨恨、冷暴力、情緒勒索，甚至你開始懷疑自己係咪真係太敏感。一個財務決定本身只係細錯，但你唔肯止蝕，反而加碼，最後變成一個你要用幾年先補得返嘅洞。好多所謂黑仔其實係小錯冇停，壞局一路被餵大。所以我可能錯了，唔係一句軟弱說話，係一個剎車掣。佢唔代表你一定錯，佢只係令你暫停自我辯護，重新睇證據。我可能錯了，所以我要睇清楚而家有咩警號。我可能錯了，所以我要問一個唔會只係氹我嘅人。我可能錯了，所以我要定一條線。如果再出現呢個情況，我就停。好多人以為幸運者係特別樂觀，但呢本書有一個好有趣嘅概念，叫悲觀悖論。簡單講，就係某啲真正幸運嘅人，其實唔係天真樂觀，佢哋反而好識諗壞情況。呢個唔係叫你日日災難化，唔係叫你咩都驚咩都唔做，而係你要尊重墨菲定律，可能出錯嘅嘢就有機會出錯。聽落好灰，但其實好自由，因為當你一早諗過最壞情況，你就唔使喺壞事發生時完全崩潰。你轉工前諗定，如果3個月後發現唔適合，你可以點退。開始副業前諗定最多投入幾多錢、幾多時間，唔可以影響家庭基本安全。同伴侶傾重要問題前諗定，如果對方有逃避，你下一步係咩？接受一個新機會前諗定邊啲條件一出現，就代表風險超出你可承受範圍。悲觀悖論嘅妙處係，因為你已經準備咗壞情況，你反而敢行。盲目樂觀嘅人成日話唔會咁差嘅，成熟樂觀嘅人會話有機會會差，所以我先準備咗我就可以試。呢個分別好大，前者係逃避風險，後者係同風險合作。對成年人嚟講，呢點特別重要，因為我哋身邊好多壓力都令人唔敢動。樓價、租金、家庭責任、醫療、教育、工作競爭，全部都真實存在，叫人盲目勇敢，好唔負責任。但同時，如果你因為怕風險，就10年都唔喐，可能另一種風險已經發生，你慢慢失去選擇能力。所以更成熟嘅做法唔係搏或者唔搏，而係我可以點樣用小注釋，用悲觀準備，用止蝕線，令自己喺不確定入面仍然有得行。講到呢度，我哋要修正一下呢本書。The Luck Factor 好吸引，
因為佢將運氣講成一啲可以觀察、可以學習嘅行為模式。但我哋唔可以將佢講到過度神奇。第一，書入面好多材料係故事同觀察，唔等於嚴格心理實驗。故事好有啟發，但唔應該當成必然公式。第二，唔好用你唔幸運係因為你唔識創造運氣去責怪人。呢句說話好殘忍。有人遇到疾病、家庭暴力、裁員、照顧壓力、經濟困境，唔係因為佢冇建立蛛網，唔係因為佢唔夠勇敢。第三，現實有好多限制，你未必可以即刻轉工，未必可以即刻搬屋，未必可以即刻離開一段關係，未必可以即刻停低照顧責任。心理成長唔可以假裝現實，成本不存在。所以呢本書最好嘅用法唔係自責，而係盤點，唔係問點解我咁黑仔，而係問喺我可以控制嘅範圍入面，我有冇令自己嘅機會太少，有冇令自己嘅錯誤太難停，有冇令自己嘅風險冇任何預案。最後今日行動好簡單，我想你做一個10分鐘練習，叫好運3問。第一問，我可以打開邊一條機會通道？唔好寫太大，唔好寫建立人脈，寫一個今日或者今個星期做到嘅動作。例如傳一個訊息俾舊同事，問佢近況；約一個行內朋友飲咖啡，喺一個可信任群組講你最近想了解某個方向，整理自己最近做過嘅作品，傳俾一個可能會俾你真實意見嘅人。第二問，我可以做邊一個低成本嘗試？唔好一嚟就辭職、分手、創業、搬屋。你可以試一個短課，一個小項目，一次認真對話，一次資訊訪談，一個星期嘅新習慣。重點唔係成功，重點係俾自己收集新證據。第三問，我需要為邊一件事寫低指示條件？呢條最難但最重要。你可以寫，如果3個月後我仍然每星期有4晚因為工作焦慮而瞓唔好，我就要認真考慮求助或者轉換安排。你可以寫，如果呢個副業試咗6個星期，仍然完全冇需求回應，我就調整方向，而唔係繼續投入更多錢。止蝕唔係放棄，止蝕係保護你。未來仲有選擇。好運唔係相信自己一定冇事，係你知道自己會錯，所以你更早檢查。好運唔係永遠遇到貴人，係你有為機會留低入口。好運唔係每次都贏，係輸嘅時候唔俾自己輸到冇得翻身。所以如果你一直覺得自己好黑仔，今集唔係叫你否定呢種感覺。你嘅辛苦可能好真實，你遇到嘅限制亦可能好真實。但或者你可以由今日開始，唔再只係問點解好運唔揀我，你可以改問我有冇俾好運一條路入嚟，有冇俾壞運一個位停低，有冇勇氣喺仲未太遲之前講一句我可能錯了。如果今集令你諗起自己某個正在硬撐嘅位置，或者某條一直唔敢打開嘅路，歡迎你將呢條片收藏低，遲啲再聽一次，亦都可以 share 俾一個你覺得成日話自己黑仔，但其實一直好努力嘅朋友。如果你想繼續用一本書講清一個我哋常見嘅心理卡關位，記得 like、subscribe 心理說明書。我哋下集再見。